我跟你讲，讲啥？我要甲割冤家。你要甲割冤家是要冤啥？因为咱电视集的啊，咱去用看袂起咱这台南的家长，竟然咱甲割倒，对无？对啊，你毋是叫割甲处理者，嘿啊，割就安尼领你若讲，无啦，我就无机会甲伊熟识啊，都安尼尔，都安尼尔啦。啊，冷淡啦，割割，咱的感情，讲咱亲情的船，讲变就变安尼。割，啊，直接去甲拔刀啊！爸讲恁想，你食，我姨。最近有人咧讨论这呢，中华的口音嘛，中部才会讲你食，无人会讲你想啊。嘿，我低来，我想，无好笑，好无？咱继续听落去。逐摆开场拢是奇怪呢，无要紧啦，大家拢听惯势啦。好哦。小编听你讲出来就爽，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、失恋、上班有头家妹，啥物拢会使讲。啊，是你有啥物新的资讯想要分享，小编知影嘛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来开拍个节目，来听白边，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的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你奇怪呢？你特别拢不爱念，拢要甲迄个字印出来这些呢？我就 copy 啊，你个 copy 你改啊，Ctrl C，Ctrl V，copy 亲像就走啦。你著爱甲伊 copy，甲伊抬掉啊！你甲我这，迄是我咧念，是你咧念我看你念唔对，我想要等你突册啊，结果上奇怪，咱不啊就过啊！你哪会遮尔歹心啦？哦，听种朋友伊足歹心的。听朋友，你爱知阮这是 PTSD， 想讲啊，搁要教，搁要教，啊无要教，即摆无爱教，非得即摆拢感觉最好笑的，无爱教无？这其实是我的一个理由啦。你咧讲我 NG， 你明明有教坑，就是我毋知。对，我就是要讲，阮虽然讲意思是讲啊，你 NG， 哇，搁来啊，搞水啊，其实就是无想要教啦。安尼叫你发现啦吼，早就知啊。谢谢哦。咱今日来算一个趣味的啦。好啊，搁要来现过年的笑，但是听众朋友一定毋知咱今日过年要现啥物笑。嘿啊，一定毋知。咱毋是有叫听众朋友来祷告，讲咱台语台袂使输练一个。对，咱袂使输啊！咱听众朋友安尼呢，我咧讲，听众朋友寄差不多200-300个来啦。阮都其中拣出即个17个精华，上好有200-300个。30个都袂歹好无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叫要笑出来，你知道？嘿，好，咱先来听看卖。我想要甲你讲会像，我嘛毋知会像啊，无咱来听者。好哦。即马好运抢滚，大虎，感到台虎。我白白你好，你听起来是干嘛台的大虎？大虎，加拿大的大虎。你这黑白讲改名。豆腐，你家己叫啦豆腐，我你叫阮豆，我会识友啦。啊，豆腐是啥物？豆腐毋知，我知影豆乳。豆腐你伫遐敢食会着豆腐？你连问啊，豆腐你伫遐敢食会着豆乳甲肉腐？来，你讲看卖。豆腐你伫遐敢食会着豆腐甲肉？豆乳甲肉腐？咱个使伫遮，豆腐阮毋是用你个名滚生笑，阮是咧练喙花。对。白边拄则笑一个，伊规个人离开即个麦克伫咧气声。我今日变起来离开者。哦，但是你伫伤啊，大家听袂着你伫笑，你知无？好，来听后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南的空空，我要祝大家即马好运抢滚，马上回春水当当，新年快乐哦！你迄纸敢袂囥伤远？你迄种对我叫是无啊，对我叫是无啊。你若我来开嘴啊，结果雄雄开始讲，你知我叫是音动出问题呢。讲你练讲较认真的，你先客过安尼。准备咧边啊哈。对，而且你上尾一句就是祝福大家，我咧感觉你有淡薄仔惊贵。对，你是毋是因为过年的时阵无听到黑白变成声音，所以你受着的？你受这迄个时阵还袂过年哦。迄个时阵还袂过年哦。但是咱迄阵阵已经讲讲，就是咱迄要休困啊。你可能已经未服身体啦，怎样讲听袂着，就开始艰苦。多谢你替伊解释。祝你新年快乐。伤济啊你。好，来后一个。那你会使讲啊？即摆好运抢滚，买来十条我条条，马上回身水当当。有啊，你是毋是伫咧困觉乌起来？对啊，迄声音拢袂透无法度出来呢。对啊，那安尼啊，这高水着啦。阮阿弟的声高水着呢。嘿妹，你安尼继续听。我是公山阿嬷，即马好运抢滚，买力十足活跳跳，马上回春水当当。阿嬷
就秀你耶！对啊，你的声真有魅力哦。希望你活力对，希望你马上回春水当当啦吼。你嘿，是阮上水的阿嬷啦。对，好，过来。我是阿金，今嘛好运抢抢滚，马力十足活跳跳，马上回春水当当。阿金啊，阿金，有够古锥的啦。嘿啊，我游我是毋是规家伙拢来参加对无？应该是安尼哦。因为我看这个引动我这个游我这个名有足侪人诶，所以我感觉因是规家伙拢来啊。好，咱继续甲听落去。对，即马好运强强滚，马力十足活跳跳，马上回春水当当。哎哟，由我来啊啦，对本良来，不本良，本良啥物强用本良来啊，对无？强良妈妈，对，即马好运抢抢滚，马力十足活跳跳，马上回春水当当。红仔你马力有淡薄仔无够哦，由我这你是毋是搁伫趁人咧困觉学起来？嘿啊，对啊，囡仔无啥物困难呢。听众朋友敢有听出来，这恐龙妈妈有哦，这规家伙三只恐龙拢来咯，对古锥的啦，做多谢修理呢。嘿啊，好，过来。阿塞来啊，马上回春水当当。我回袂落去，这可能是要你的啦，我应该是安尼感觉啦。都是阿塞哦。你加家讲两句啊？你会当讲别句诶。你这样咧安尼，阿塞会艰苦。后来后一个，马上回春水当当。这是米啊，米啊，你好，嘛祝你马上回春水当当哦，水当当，祝福大家马上回春水当当。赞哦！为什么大家拢讲这句哈？因为大家都想要水当当。哦，我咧学贤惠讲话，贤惠讲话咱古锥哈，你讲啥？贤惠啊，这是贤惠啊，我头看答案。这阮古锥的贤惠啦。哦，贤惠你好。对，听起来声是一个大美人。祝你强强滚。好，人是要水当当，你搁叫人强强滚。哦，另外祝福嘛。哦，今嘛好运强强滚，我是啦你的后生，新年快乐。这听起来完全无一点仔感情，拢是机无卡啥甘愿的感觉哦。那你是毋是举一支刀啊，徛伫边啊？你竟然无甲我录出来，你用下免食暗顿啊？我拄听到这个声音的时阵，我想讲，这是遮高是像，你知无？嘿啊，无听过。我是哪里的后生？等下有音昂无来听看者？好哦。迄个我伫路边笑迄个。今嘛好运强强滚，结果约毋对啊，是因查某囝先来。啊，因才无讲你是哪里的查某囝。嘿啊，嘛祝互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哦。健康上要紧哦。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马力十足活跳跳。我是哪里的红婿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发财。希望大家，我冇错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。安尼就讲的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。请问这是无录了的，底下可以送出去哦。这是 NG 你两年都袂歹，听一直笑呢。我会当常常用这个笑声踏伫迄无哪里徛铁要跋倒啊，因通伫边仔笑，因为我举倒甲拄过啊。有影，欠赞啊！对，我若举拐啊，随个拐啊甲拍。但是因那遮好笑啊。对啊，规个会感情做好诶呢，我古锥诶啦。听得出来。好，过来。人讲输人毋输阵，输阵着歹看面。学白变的听众朋友一定爱较侪其他两个节目，所以阮全家同齐来参加即个活动。哪里的红婿、大家大官，阁有查某囝，大家斗阵为台剧来拍拼。白变即马好运强强滚，黑变马力十足活跳跳。哪里？马上回春水当当，黑白变的观众朋友，伫2026年赚大钱！我是风动武林行动万教，金光闪闪妖气千条的哪里？爱恁咯！所以啦，千条妖气的，我只两条件，我想要迄金条。想到敢若白变有好运，我嘛想要好运呢。
我无法度想象啦，你定定迄受伤，所以需要买力十足。我想要买个骹，需要活我跳跳。想要爱伊骹遐长骨遐粗安尼拔来可能较袂长去。卖个拔你。我无法度想象伊咧落即段的时阵，伊哪里边仔笑到什么款呢？你想讲嘛，伊头前，但是伊讲佫有大家甲大官呢，所以后壁佫有是无？甲佫有袂歹呢。好，你刚才咱有呛即个铁粉叫因仔出来，你看伊安尼有规家伙5个，你看迄油啊用的4个5个，增加迄一家伙连个点名，公山阿公你无念着，啊佫有公山的竞赛，你嘛无念着啊。那会当落咧就是遮的人有无？啊迄请因去甲因讲啊，啊迄死网友可能你无用啦。哦，暗时嘛你无用的款啊。哈对。对啊，最近拢无听恁的消息可能人因住伫美国，所以若是抽到的较无方便，所以就甲机会让互伫台湾的听众。那真正就是咱铁粉才会无方便，咱直接寄互因啦吼。然后一寡台湾的组织阮互你啦。我来继续听看因大家大官有来无吼？好哦，今嘛好运强强滚。没有过你的声那样呢啦，你破病哟！你遐细声，我敢听会到。你等下在录音机甲电搞收到你的声。安尼佮讲一解哟。免啦，没有靠你人艰苦吼。系啊，过来参加咱的活动，就感动的呢。但是其实是上班头路，伊家袂记哩，听到迄阵就随录安尼。安尼哦，咱最近听众朋友拢伫咧拜四的3、4点就开始偷听。对啊，为虾米安尼？而且我你讲，明明都要上架。有啦，咱3点半就上架啊，只是铺文还袂出来。哦，咱铺文是5点。3点就等咧遐。安尼伤铁，而且佫有迄哦，拜五透早你知影几点哦？毋知。你5点、6点、7点是咧听这，创啥用阮的声来，互恁规个人安尼开气是无？安尼你即工可能会伤强哦。拄起床安尼，真趣味。拄起床，敢袂感觉我伤差？我透早起床，无都听到遮差的物件。因为需要提升你的精神啊，对无？哦，好啦，安尼可能你拜五迄工会较开换啦。哎，对，好来，过来听。好。买力十足活跳跳。这是大夫无啦，这是毋知影是啥，但是我看伊的名全名写起来，我大力甲摇，这可能是阿红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无方便甲伊3个字念出来啊，所以我就是叫伊阿红好啊。阿红你好，咱当做是咱迄个阿红啦。有斗过过阿红，对，阿红谢谢哦，多谢。马上回村水当当 ，Christy Huang。Who are you？ 这像哈，我嘛毋知呢。你这两投稿敢是写这个名？嘿啊，个啊。立项 ，Christy， 你好哦。你好哦，你当学一个较本土的。对，你安尼我个人喙会卡掉，我叫我甲你念唔对的，真歹势。小黄第一届无啦。我袂讲，我要讲一个故事啦。哦，听了啊，有够感动的啦。哇，多谢大家。虽然无听到大你大家甲大官，因为这是阮行销部迄边传过来的。对，有诶掠动的时阵，可能是闹交起来是安怎？啊，有可能。啊，因为佫讲有诶，就是参加就是无符合的，无得奖无他抽的，伊就无互咱。嘿啦，是迄档案可能排去啊。对，可能佫有2300个安尼。300个被较济。我讲咱的听众300个参加活动的有2300，我无相信。其他2个节目一人1000个呢？你无相信阮阿迪的实力是无？我相信。啊，讲到阿迪啊，咱来念一个吼，有一个买奖去阿迪遐留话，阿迪佫特别传过来互咱看。哦，好啊。阿迪你好，我是CCY 啊，伊死网友。对，以后一句就讲啊，也就是公司台语台内底的死网友。我今日总算甲阿迪来开讲，所有的集数听了啊，非常介意你的疑难口口，期待未来佫有较济的兴岸地水经。哇，你讲台语超好听的呢，死网友啊，万度啊哈，厉害啊你！讲完啦，对，我讲完啦。伊伫下骹佫有囥一个爱心吗？死网友你安尼袂当哦，伊只差无甲阿姨哦，甲伊写出来尔。嘿啊，死网友你哪安尼啦？我咧讲阿迪是公用财咧，你安尼去互其他的买奖拍，我咧讲，你咧设置哦。对啊，我咧讲因迄阳光，互阮公开啊。因迄阳光伫门口遐，我拄会甲越过去了。你讲你要去找阿迪啊，你著看到伊啊，迄警卫拢知。这个会使报啊！阿弟，即一出去了，伊较着会来无？你甲人的温书讲出来，毋是伊倒一台，这个是啥物秘密？因的广播电台伫遐，这有啥问题？无问题。对，咱迄工去因遐的时阵，迄警员问我你要参加啥节目？哦，阿弟，我知影，阿弟伫遐，你等者我，伊个阿弟哪做熟的安尼呢？啊，就可能直接看到啦。毋是阿弟，可能甲大家拢做熟的啦。
经纬啊，日记拢爱经过啊。对啊，我阿爹都宜兰安尼千里迢迢塞车来，一定是甲经纬啊熟悉的啦。一定啊，一定。无你开经纬啊，计会爬车咧。哎呀，替你留一个位安尼。我讲爬车是伊人等的，安尼车来改塞出去。服务够啊，好着阿爹啊。阿爹这一切拢是阮的造谣哈。你若是想要澄清，还是创啥？你家己伫你的迄吼台节目面顶背会啊。啊对啊。安那听到这就爱先甲 CCY 骂一个啊，骂一个。你知影哦？伊甲阿爹听了哦，阿爹佫传讯息来甲我讲，哦，你网友写批来哦。结果我咧讲，伊竟然无听咱上尾迄集呢。哪会安尼啦？伊讲伊毋甘妈创啥，毋甘听，因为讲咱休困啊创啥。你知伊甲当时才听无？伊甲3月初3才听呢。过年了毋知偌久。伊讲我想要继续听 Podcast， 听你唱歌，遐要哭，是咧哭的面安尼。毋是啊，重点是你3月初3才听。有啥物撑较久哈？伊想讲可能上尾一集啊，疼到我变迄哦。疼菜尾啊，疼到上尾安尼，甲后一季安尼连做伙听安尼，规个鼓安尼。你想要甲我哭甲规个，我咧讲哦。好，过来就要念这其他的人老话。好。来这3月27伫加拿大的 Evelyn 吼 ，Evelyn， 对，伊问讲我伫咧国外无人会当甲我练习台语，敢有啥物建议？Evelyn 我甲你讲，伫咧国外就是咧参加这一寡线顶的活动。对啦，咱台东啊，对啊，佮有足济，我最近伫咧厝面顶看到足济呢。哦，有足济开讲的。对，而且因就是有几个人，譬如讲3、4个。啊，但是迄伫国外有迄时差。哦，对呢，伫国外有时差呢。无你考一个伫国外啊，家己考。咱老师毋是有讲，因迄加拿大是因有一定有啊，对。对，我会记你加拿大嘛有一个啥物台文啥物会啊？迄美国、加拿大拢有啦。对咩？Evelyn，不是 Evelyn， 对咩？这Evelyn，这Evelyn，你敢才学一个较本土的名？阿玲，我拄则是念做Evelyn。你找看卖这加拿大啊？我无甲你讲啊，你考一个人，大夫啊。对，我恁2个啊，佮有你招恁某啊，佮Evelyn安尼，大家考咧。对啊，恁3个就是一个厝内人啊。对啊，恁3个就是一个小组安尼。系啊，咱一般学生的时阵分组上无爱3个人。对，因为2个人会冤家，啊冤家的时阵无人甲你主持的时阵是要安怎？就找迄个第3个人。对，所以恁3个人练习起来，我来讲变叫啦。哦，真赞呢。到时阵阮若咧call in节目，恁就是迄有无？迄个时区的。阮就是分做即个日时的时区佮暗时的时区，啊，阮就是用找一个时间才敲互恁安尼人。我听起来呢，足爽诶！对，恁3个先连一个啦吼。其实即个节目还袂确定啦，我只是先讲看。先准备起来。对，过来是3月26空空的老话。空空讲乌边啦，听到你的脚受伤，知影即嘛好啊，袂你爱保重哦。佮有。听到call in call out，我嘛真有兴趣呢。毋过时间上要安怎较有法度拄好咧？还佫有4月份的主题试收啊，我写是写，毋过吼，拢无写着迄食的酸咸甜的滋味呢。歹势，我是空空。伊是讲无食着，还是写着，还是讲无互咱食着？空空，你这写字这老高气，阮这爱通灵者啊，有者。对，我来讲，你就是因为安尼吼，才有足侪 NG 通听着。这是你的目的对无？毋通安尼啦，空空。来这4月初1的时阵，大夫就写批来，伊写讲加拿大大夫，真济大。伊问我后边即摆哪会个伤着骹发生啥代志？我敢无讲过？我会记我有讲过呢。你毋是爬楼梯？对，我就是拄楼梯落来，我要带囝去看医生啊，结果行，我向到哦，是落楼梯，我一直就是你是爬楼梯。爬楼梯是要来甲骹外长。我是落来的时阵，就是有两眼，我无看到。我毋知道你创啥，咱像是看手机啊，还是创啥？或者我手有花咧。结果我就行，我用这个音效，讲实，是猫仔咧叫哟。毋是，我就摔来涂骹。你知影我明就是我骹接偏向楼梯着，但是我摔落来时阵，我是面向楼梯，我是规人咧，踅180度安尼摔落来。啊，我就拿像迄贵妃安尼坐涂骹。啊，爬袂起来呢，敢无输？啊，我紧看下叫阮室友来，我讲你过，啊，若是听哦，听个无法度讲话，我讲你过，我讲你来，我讲你来，用你倒，我就甲挂掉，因为无法度讲话。啊，对，我就看伊走来，你知影？结果我就骹咧疼，我想讲死啊，这是搁转去啊，哟！但是咱无迄工骹转去的感觉。伊讲你徛看觅，我讲咱就疼，你莫用。啊，我毋知过偌久，我徛起来，咱就无代志呢。
起来，我想哇起来呢，哇这厉害，所以我就先带去看医生。但是我去带去看医生的时候，我已经差不多就是无啥会行，我行到拜一拜，啊好你家在我就讲，我车顶拄好有囥管啊。是什么拄啊好？无啦，因为进前卡登去的时候管也老咧，我迄当初本来想讲要载去互迄副姑关出去啊，结果就无嘛，我就囥伫车顶，结果想讲想袂到佫用会着呢。而且我连讲我拄好摔着共一个骹，所以管也举起来，我就讲变叫，用安尼足顺的。尾我就想讲应该是无安怎，非得我会使行嘛，因为我骹长去迄当阵，我知影讲哇，你随摔长就是袂当行。我即摆佫会使行，所以我表示应该骹无问题。无遐严重。结果尾我就赢我医生看好了，我转去啊，不得了，转去了骹前甲拿咪骨就准拄煞，完全袂当行，而且比骹长去迄当阵佫较疼。我迄3工拢伫涂骹白。白甲对，我连要去便所拢是用白，到拜一的时阵才去看医生。我该行5楼，楼梯对，落来无法度落来，我就坐咧用骹床蹬，撸来。对，我就去便医了，伊就叫，伊讲，小姐你有感觉骹足疼？那个是即句，你知？有啊，足疼诶！伊讲来你看遮呢，有一个白白弯一顺，我到这点就是安尼蹬起啊啦。哦，谢谢哦，我医生拢做趣味诶，我拄着医生拢安尼加趣味安尼。好，代志发生就是安尼哈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咧行楼梯时要注意吼，毋通搞共款哦。对，身体健康要顾好哦。对。好，过来是空空过来啊。空空讲，后边白白我的进度自第5季约到第1季的第39集咯。伫节目内底一直听到后边讲，白白是毋是爱我？听到39集看灯会的经验第2集，我就完全了解啊。白白的声音超级温柔的啦，无怪有白一直讲白白，你是毋是爱我？因为甲我共款，拢爱着白白的声音啦。伊甲阿西共款的，共款着做啊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伊讲自开始开场的时阵，白白念阿文的批，特别是3分26秒的时阵，后边头版菜，甲白白的报案电话的时阵，甲因迄偷笑的声音，佮有迄5分20迄个保材库。后边念即个阿糖的批，白边的回应8分40秒，伊个人才甲写出来啊！哇，真有！伊讲声面拢做古锥的，而且画面拢是粉红色的。人讲听到白边即集，的声音，耳仔嘛有新的。好，我决定咱即摆来听一下迄集的声音，完全袂记得啊！你即摆声音就粗的吼。对。我你讲伊这有写标数，咱就来听看卖吼，迄偌好听啊！古早人是安尼过关消的哦。对啊，我嘛是头一摆听到，有够趣味呢。安尼我知影，明年我要来头版菜。喂，警察先生，有人要来？有人要安怎？我这要报案，我要报案啦，才有插头啦。这位小姐，你连报案拢报甲安尼鬼祟祟，我先甲你抓起来啊！你个一遍，喂，警察先生要报案。我想听，你用迄个口气哦。我无法度啊，无你时间过就过啊。已经无啊温柔的声音啊，歹势哦，空空。你是要叫大夫着吗？大夫，你有听到空空。空空，你有心有喙齿无？你即摆有心的囡仔可能毋能走去考。好，过来，伊个有即个什物8分40秒，好无？甲找者吐槽，伊叫伊即箍查某咧，够趣味的啦。但是我真正感觉会出来。嘿啊，我知，就是感觉会出来，因两个敢若是爱搭嘴角。对啦，我知啦，我知影你爱我啦。我想好安尼讲。不要紧啦，你免歹势啦，无要紧啦，你别歹势，你去念批啦。你哦，无要紧，嘿，咱这要念第3张批啊哈。气死！我知影你爱我。啥货啦？自第1季爱到第6季啊。都明明都你咧讲诶。咱咧爱延续6季，你从来毋捌讲过。你之前有讲哦，你讲什么10%还是几%？哦，对啊，你即季才讲啊，真正无讲啊。你真正就是偷偷放伫心内，放伫荷包内底啊，放伫你荷包内底啊。即摆有荷包钱，我甲你积攒，荷包拍开。大家刚听我咧唱啥？我要唱迄长头即条歌，我听得出来。真是啊！听没有？你有听到啊？伊这声足温柔诶，无？你看伊勇敢是你甲我讲，我知，你一切我拢甲你包容起来。听众朋友，我是感觉后边较爱我，你知影有啥物无？啥物？因为伊替我准备保健食品哦，一礼拜份的保健食品，安尼有爱我无吼？
听到没有？你刚才想啊，因为妹子来的时阵，伊心情无好，伊来甲我洗性地，所以我想讲啊，我有迄补品无甲伊补一下，看讲我当时妹子来心情无好。继续玩啦，听众朋友喜欢听这啊，刷去，莫讲啊，继续念讲袂了咧。讲到主持人的声，黑边你的声和我进前同事的声完全共款啊。伊嘛是中华人，毋过我毋知伊是关林派还是中华派的，我无甲问过。但是恁讲话开口完全共款，特别是迄句台南的空空啊，会当讲是加落来佫连起哩迄种感觉啦。毋过迄个同事死头路啊，即马伫公部门咧服务，甲我共款是社工哦。逐摆若听到你的声，我就会想到即个作熬佫趣味的同事。上尾啊，我要讲恁伫咧片尾 NG， 我足介意的，特别是白边讲毋对时阵，后边才咧讲你害我加大加要起笑啊，我就笑甲袂顶袂动。过年了啊，即摆已经3月份啊，第6月当时才要爆出哈。我即摆完全会当体会铁粉死网友红进，因伫咧恁休困的时阵，等待节目播出的心情，希望会当较紧伫咧线顶来相会，听恁讲生活中趣味的代志，做伙搭喙鼓爱恁哦。我感觉伊是甲迄我别人的痛苦哦，建立伫伊的快乐面顶。别人的失败都是我的快乐啊，有边的失败都是白白，唔，就是空空的快乐。毋是黑边的失败，是白边的失败，白边的失败，是黑边的痛苦，空空的快乐。哇，看好咱今日绝交3分钟，你后礼拜才来甲我讲话。哦，我真的是会笑死呢，真趣味。我感觉听友，咱佫有另外一个听友，伊进前毋是讲伊去听咱进前诶，去听人甲阮讲你听倒几集番嘢，佫放来听，我感觉我毋敢听呢。我感觉伊这效果袂歹咧，而且我感觉你迄讲迄个声，我大胆伫遮甲你囥一个预告，我以为你绝对毋是啥物巴肚枵啊，无就是巴肚疼啊，还是讲你创啥？因为你拄则迄个声听起来是，难死啊，难死。哪有？我哪有？无白白其实伊早有黑包，伊拢是安尼，伊拢会安尼讲话。哪有？你才看我演你做欢喜的时候，我毋知还没讲啥。你用一个做无奈的表情，只看我咧演戏是吗？我完全毋知影我是即种声音吗？你是啊，你敢无听出来？我都无咧听。你看。录完都过去啊。真诶，听众朋友我来讲，因做夭寿诶，拢无咧听咧。我连叫伊手机啊，甲我点一个迄个电话，伊嘛拢无爱。我有电话，好无？毋是你诶手，你电话是我去摕你诶手机来订诶。对啊，因为我袂用迄个 app 啊。你就是无电话啦，对无？我擦了啦，擦了。了啊好。好，安尼我来讲雷华老话。雷华，伊这是回空空的问题，空空佫有一个专区就对啊，会使有伊别人的痛苦，伊的快乐，啊，佫有人甲伊回应伊的问题。好，继续。空空这集发表会甲你夹过哦。歪歪有限定口味，大部分的情形是爱去当地买才有啦。但是有时阵农会超商嘛会代理别种口味的歪歪。大家会当去农会超商是啥啊？你搁创啊？这回空空的你嘛要做 NG 互伊哦？大家会当去农会超商问看卖，甚至大卖场嘛有。阮遮的农会有代理花莲甲台东限定的口味，嘛有大乌草木口味。屏东的有一间歪歪头脚店，因迄边卖歪歪口味较济。哇，厉害呢！你拄则这 NG 我甲伊加下，是直接可以食，互空空送互伊安尼做一个礼物。你甲我认哦！我讲我就是无法度录影，连讲我甲你甲我认的迄个眼神，偷偷甲伊囥伫你寒冬面顶，你就死啊！我只是目睭闭较大蕊尔。我甲迄个眼神囥伫，无咧甲你认，互听众朋友来评理哈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恁甲伊听，无甲伊看卖者，伊这眼神敢有想要甲我抬？伊目睭射出一支刀安尼。你想济啊！好，继续。好，过来，咱要开即个包裹，夭寿大礼包啊！有春伊讲我寄2包歪歪互恁，我惊着呢，我想讲有春会安尼，有春伊无拢是一个大礼包，结果我讲疗伤袂够，错误啊，规个错误啊！伊讲2包歪歪是安怎你知？是2个人，一人2包呢？对，我怕开嘛惊着咧，想讲内底有4包歪歪，你知吼？伊互阮一个人1包口味呢？绿华毋通模仿啊，绿华绝对毋通模仿啊！你安尼阮会惊着。过来。伊惊阮冤家，伊所有物件拢准备2份，自伊早甲进就是安尼。伊两个迄我两个啥？我著相片伫甲你看。讲一个伤激动，讲袂落去啊！重点是你知影，有够恐怖，逐概咱心内想，哦，这有春著随去做呢。对，我完全无讲出来呢。这真诶哪像咱我头壳内底迄个电波去互伊接着。啊！
迄工你会记哦？咱两个在讨论讲，哇，迄妈祖哇，台铁有出迄啊，对对车票呢，哦，都是要去买，结果但是咱都无去坐火车。嘿，啊，想讲哇，迄印出来了，哇，迄个歹保存，啊，想讲啊，刷去，啊，因为结果迄当阵要摕阵，咱台北拢侪人排队诶。对。我讲，听袂你去看迄个相片，哦，迄寄来2张车票，都是阮想要来迄个呢。对啊，重点是你就是敢若2张尔，无伊有2个版本，伊互阮一个人2张。对，2种拢有。重点是来我来讲，伊讲这有调工经日子，12是白沙墩，17是大柑仔，你袂当摕去父辈哦。建中啊，父辈要安怎讲哈？我加一个。对，伊讲父辈若捂着烧会变成全部乌的。啊，伊佫有摕啥？你知无？伊有一箍饼，伊2箍，我本来叫是迄是啥胖甲吧？你知？我想讲奇怪，迄内底啥？无，伊迄是好运签饼。嘿，就是你饼加落了，内底有一个好运的签。对，有一张纸。你感觉除了安尼尔？无，呐，伊内底佫有一个迄香菇哦，香菇的迄有，对，有翕相片，对，你家己去看，家己来看。啊，你当做敢若安尼尔，一定要有卡片，对，卡片是啥你知道？高雄坐运会鸟啊，古锥啦，对，过来站长，你当做安尼就无啊是无？佫有啦，我你讲包我你讲，伊迄个虎爷迄个香包，我迄当初嘛讲要买呢，是哦，对，因为迄。江天宫伊迄个虎爷我做古锥的啊，对啊，佮爱朝天宫迄个乌烟嘛做古锥的，啊，伊讲伊迄虎爷的香包有过路，哇，多孝顺啊！我嘴我要哭啊！你弟姐目屎的，我叫白白甲你出去佚佗你，你两个先去看会衰无？我再甲你去，若是会衰，我嘛会甲你去一届，去个较近的就好，莫坐火车去。代替5点我会使接受。你莫火车机促销的好。有剩咱两个先有啦吼。有够感动的啦！但是伊讲吼，伊迄盐水口味的，伊就无通食，因为伊会过敏啊，真可惜。对啊，哪会安尼？阮替伊食看卖，毕竟吼，你今日的就是迄阮宝岛的盐水啊，佮有阮即个。你讲伊盐水的过敏哦？应该是盐水内底有迄虾啊。哦。对，过来就是阮溪湖的葡萄啦，葡萄口味的弯弯，赞，笑一个无声。听到没有？你若想要知影阮啥笑一个无声，你去听韩剧你就知。啊，若是有迄新听友问讲啥要甲有村出去佚佗咧？你去听头前的啊？对，你就知影讲伊出去佚佗会偌衰。对有啥物代志？我就讲，你即5几个听，咱就想讲，先莫甲有村出去好咧。但是迄白边出去嘛安尼，所以我想讲因两个有无负得正。有理，对，先试看卖，就期待有阵阮开放你来使用吼。哇，手要东部啦，不是，用中部，你是用较近的好无？我吹嗨去，用中部啦。你若要用东部，我会做烦恼的。我嘛无想要去东部，我会做烦恼的。你爱较顶呢？中部啦。你若要去真正，你先甲我讲，咱迄接受先甲伊欠呢。差不多3礼拜会接受你才去安尼。我会较好是，我毋知影。我毋知你去潜着无，但是遐毋知点是即个转来，毋通去东部。好，看伤紧收尾啊！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疼爱甲小编讲，事别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出来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你做官呀？你准备下班的哦。拜拜。无写着迄食的咸什么？咸什么啊？咸酸甜是啥？我哥你听起来是真歹食呢。你较正经好无？酸咸甜。你莫大概都有空机拢是要用 NG 互伊听哦。咸酸甜敢会较顺哈？空你写较好了。酸咸甜。人可能因台南是酸咸甜啊。你拄仔讲听出来，我拄则你讲迄心电感应的时阵，因为我想袂出来心电感应要讲啊，我本来想讲脑的电波安创啊，结果知我头壳内底一直有一条歌，什么歌？啊，不是，安尼，后壁甲有村的，后壁甲有村心电心嘛，心电心，后边甲有村就会心电心。你头想到哎，在找啊！我真是没录音，我听种看咩？我唱甲拢无声，叫你也袂受买，你看你手一个等是要讲话，要烧声是吗？啊，这点诶，
我要讲哪个电波叫会接到，我不爱唱，我不爱唱。袂记讲啊，啊5月啊写批来啊，你放伫 NG 笑甲来，应该会记得啊。放伫上尾啊，精彩上尾。谢谢哦。5月5月，5月5月，拜拜，再会哦。